美洲庆祝的新政影片被媒体压开，警方2分钟外就到现场，缩拖77分钟才进行攻坚行动。美国抵抗中国影响，稳准赞助太平洋岛国6亿美金，嘛要伫通加、基里巴斯等3个国家新设大使馆。乡亲们，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民，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每讲30分钟，和你讲做国际新闻通。新闻一开始，咱们来关心发生在5月底杀害21名老师学生的美国德州校园枪杀案，警方无作为为民，被媒体先来压开。大批警察伫嫌犯开枪了后，无到3分钟就来到现场，不是个刷落去，警察是等偌久咧？等77分钟，有的人真正看起来是英英无代志做。咱讲77分钟后才冲入去教室，甲嫌犯枪杀。这段影片公开以后，当地民众愤慨，搁再压起来。这种媒体公布的监视影像显示，案发迄一天，犯乌瓦德校园枪击案的嫌犯提半自动步枪，伫早起11点33分进入教室大楼，然后头前教室就一直传出枪声。枪声愈来愈密的时阵，全副武装警察也伫2分外钟了后到位，其中2名警察马上向前了解状况，暗过听到枪声高叫电去，其他人是伫走廊按兵不动。后来有更较侪武装警察来支援，暗过因好亲像只是伫现场太平，期间有人个用白点管的消毒机来消毒双手。到12点50分左右，现场又响起枪声。这时阵，警方总算采取攻击行动，将歹徒解断死。暗过因到位的时间已经过77分钟。这段影像是不是要公布？在德州当地引起争议。德州议会调查委员会原本拍算拜日才公开，暗过却被媒体成片空，引起真大民怨。All these officers, they got their shield, they got their weapons, they got all their protective gear on, standing there. Now that ain't right. That ain't right. They signed up for this. They signed up for this to serve and to protect. They didn't do none of that day. Did anybody see them do a good job? Just because they tried to go in there, was that good enough? Was that good enough for the people that were bleeding out? That wasn't good enough. 初步调查发现，警方拢无作为，是因为现场指挥官误判情势。更较详细调查结果甲相关的救济行动，伫案发7礼拜了后，迟迟无结果，好亲戚民众无法度接受。这段影像曝光了后，有上起民众伫乌瓦德市议会开的会议顶悬真生气，要求当权者要有交代。另外，这个月进行的调查报告也指出，伫凶手进入乌瓦德校园进前，警方原本机会对开枪制服，不过因为等上级批准，才错过时机。公司新闻张惠敏评价。搁来看到美国众议院针对去年国会拨乱案的调查，有搁较侪内幕爆出来。右派团体成员就指出，因当时是受到 Trump 言论的这个煽动、愤慨的情绪，差不多会当讲是武装革命的程度。另外一名律师也指出 ，Trump 在破门进前调集幕僚来开会，咧讨论是不是下令军方直接没收弹票机器。去年1月，美国国会暴动事件当中，川普支持者冲破警方防线，硬从国会山庄造成5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其中，极右派团体誓言守护者的执行员12出席众议调查听证，承认因是危险的民兵组织。I think we need to quit mincing words and just talk about truths. And what it was going to be was an armed revolution. 泰顿霍夫讲，因原本想借这摆行动激起新对战的火，即马好加在冲突无搁较扩大。另外一名承认犯行的暴动参加者表示，伊本来只是参加集会，无打算去国会山庄，拢是受川普的煽动才安尼做。Well, basically, the president, got everybody riled up, told everybody head on down. So we basically were just following what he said. 事实上，川普早在2019年12月19就伫推特号召群众参加1月7日伫花火集会，暗示这摆行动会真凶。而且，伊伫发表这推文的进程，白宫演出一场讨检讲的战争。迄时阵坚持选举有问题，川普要求幕僚甲律师讨论是不是下令军方没收投票机。不过，参加律师足情表示，伊无法度认同选举问题讲法，甲其他人冤家。As a general matter, where is the evidence?
众议针对国会暴动案的听证调查，陆续表出真济大家唔知影内幕，也对川普真不利。所以川普的正核心测试班农也要到国会作证。公司新闻在回应评价。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带大家来看讲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台湾人伪造报告，无把这个毒掉伤害这个水蜜桃输入台湾。咱讲到，即阵日本警察掠台湾接的这个水果进口商。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伊报道，韩国中央银行大动作升利息2倍，调升基准利率0.5%来对抗通货膨胀，嘛创下1999年以来上大幅度升息的纪录。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保守党党主席之争目前是正财政大臣 Sunak 和正外交大臣 Truss 领先，另外有3个人退出，8个人继续要挑战大位。另外，看到 New York Times 报道，拜登为了要重新建立和 Saudi Arabia 这个关系，报道嘛指出讲，拜登中东行充满政治的这个风险。上尾看到 Washington Post 报道 ，Musk 本地化工要买 Twitter， 佮反悔无要买，即阵 Twitter 强迫 Musk 都要交易好好来完成。所以要带大家继续来看讲，印度太平洋地区真正是热扑扑，尤其咱讲安倍晋三过身了后，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维稳都非常重要。即阵看到美国第7舰队驱离舰就出现伫咧西沙群岛，虽讲受到中国的抗议，不如过第7舰队嘛发表声明讲，因会执行自由的航行任务。另外，嘛要对抗中国，因为咱讲中国伫咧这个南太平洋地区动作不断，美国即阵要增加3倍预算，伫咧 Kiribati、Tonga 和 Solomon Island 这3个所在起大使馆。美国副总统 Harris 13就透过太平洋岛国论坛宣布，未来10档要投入6亿美金的援助金，要对抗中国伫咧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美国甲中国的竞争，互今年的太平洋岛国论坛真受注意。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伫第2天议程用视讯的方式参加，宣布美国已经准备好要伫太平洋地区开新路，未来用10年时间对渔业投入6亿美金的援助金，搁伫东加甲基里巴斯开设新的大使馆。We will reques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an increase from $21 million per year to $60 million per year for the next 10 years. $60 million per year for the next 10 years. These funds will help strengthen climate resilience, invest in marine planning and conservation, and combat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and enhance maritime security. 东加总理索瓦莱尼对于美国头一遍要伫东加开设大使馆表示真欢喜，讲这是重要的里程。美国总算要来东加。2013到斐济首都苏瓦的澳洲新总理艾班尼斯对美国会当积极参与太平洋地区的事务也表达欢迎。I very much welcome the increased engag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egion. It's a significant support package that they've announced, increased diplomatic presence, increased support in the form of aid, increased support in the form of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here. 艾班尼斯同时指出，伊已经甲所罗门群岛的总理通过电话，对方甲保证袂允准中国伫当地建立海军基地。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佢哋关心台湾的邦交国海利原本就因为通货膨胀、食物、汽柴油成本提悬，出现真严重的粮食危机，加上当地暴力事件真接出现，佮阻挡外界人道救援，无法度互粮食送到有需求的民众手里。咱讲 WFP 就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恐惊有130万人会拄到欠粮的危机。这一边一直有庆声，迄一边行路中有人放火。加勒比海国家海地受到通货膨胀、食物、燃油的售价提悬，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即马阁有帮派咧制造动乱暴力，阻挡外界人道救援。为了躲避帮派暴力，民众揸着家己的财物四界避难。当地一间社区学校，互改造做临时的避难所，正做民众住的所在。Mable balla soti en l'air pour nous tomber sur moi. Maintenant, baka me coucher, me de tout gros ventre là ça. Me coucher en baka me tout gros ventre et puis c'est dimanche là
ap tire, grand goût, m'a sorti, m'a acheté bread. 为一当进前，海地总统摩伊斯和庆萨死亡了后，当地帮派就一直扩张势力，掌控首都太子港南北的高速公路。在今年5月，这个有1100万人的国家，就发生着200多件命案，甲198件的绑票。也不过全国只有12000多名的警察会当维持秩序。这个联合国的人道救援拢爱撇开，互强要极远的人口增加到130万人。Large parts of Port-au-Prince are controlled by gangs. The data we have show that the situation over the past 90 days has gotten worse. And you're at a baseline where Haiti's a very vulnerable place, where you already had 1 million people in the city who were acutely food insecure. WFP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目前载运物资的车辆无法度用公路送去首都太子港，因为车辆有可能会互打劫。只当用转接船底停运输的方式，将2000吨救援的物资送去各地，互 WFP 驻海队主任鲍尔烦恼。若是问题无法度解决，会增加海队民众冒险移民去美国的人数。国际新闻台是董平玉。全球局势拢无介稳定，斯里兰卡即阵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因为经济崩盘被人民赶落台。斯里兰卡总统已经确定逃去到海外，伊先坐军机来到 Maldives。政治网报道，伊讲伊要去倒位，伊要去迪拜，不日到机场移民官员是拒绝帮伊办理登机。后来伊想要去到印度，嘛无得到任何的允准。示威群众伫总统府外口继续抗议表达诉求，不过因唔知影原本公布13要落台总统拉贾帕克萨人已经无伫国内。美联社报道指出，根据一个无愿意透露姓名移民官员的讲法，拉贾帕克萨带太太甲2个保镖坐斯里兰卡军机去马尔地夫，降落伫首都马来。另外，英国广播公司 BBC 引用消息来源的讲法，拉贾帕克萨亲小弟前财政部长巴西尔拉贾帕克萨有美国籍，也已经离开斯里兰卡去美国。Announced that he's stepping down on tomorrow, 13th July, but we don't trust him at all with the experience which we had from the past, which was given by Rajapaksa. 法新社报道指出，今年73岁拉贾帕克萨有总统职权的时阵，有逮捕协平权，伫个落台进程到出国被认为是用来避免被抓的可能。Whether the government leadership will actually go, although the president has said that he is resigning, he has said this apparently to the Speaker of Parliament. He has not addressed the people directly. 斯里兰卡经济崩盘宣告破产，顶一周外群众冲破封锁线，创日拉贾帕克萨官舍，迄时阵到总统出道的风声。总理威克瑞米辛赫客家也被放火，伊表示，若新政府成立，就会离开。不过示威者领袖表示，无看到2人真正落台，因未离开。另外，国会机关虽然当期下礼拜选出新总统，昨伫12的时阵，对调查新政府的代志无法度做出决定。公司新闻黄文玲评论。过来看到国际上转型正义，伫咧1995年波斯尼亚战争期间发生一件真残忍的这个 Srebrenica 大屠杀事件，8000多名这个波斯尼亚男性被塞尔维亚军队杀害。当时咧负责联合国维和任务的这个荷兰部队，并无尽到任何保护的责任。今年咧，这个荷兰国防部长亲身出席大屠杀的纪念活动，头届代表荷兰政府向受难者家属来道歉，也讲这件大屠杀这个转型正义向前下一大步。伫个大屠杀纪念活动的现场，几6000人甲头压落来，点点为受难者哀悼。每年的7月11日是雪布尼查大屠杀的纪念日。1995年7月11号，当时伫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当地发生波斯尼亚战争。虽然联合国有派维和部队守伫个雪布尼查这个所在，但是塞尔维亚的军队直接攻入去，将8000外的波斯尼亚男性，包括大人甲囡仔，拢总赶入去树林内，全部枪杀。这是二次大战了后，欧洲上界残忍的一摆大屠杀。当时塞尔维亚军队甲人杀死了后，佮用lu头机破坏遗体，想要消灭证据。所以20几天来，不断伫当初乌白台的土堆内底发现新的死者骨头。透过 DNA 的鉴定，到今嘛为止已经确认6600几个受难者的遗骨，将因安葬伫即个纪念公墓。今年又搁找到50个新的受难者。今年49岁的这个查某人，包括老爸、翁婿、兄哥甲小弟，因为迄场大屠杀拢总无去啊。11. jula su obojica nastradali. Šta da kažem? Sve moje ovdje.
虽然台人的凶手是塞尔维亚的军队，但是当初负责维和任务的荷兰部队放弃保护雪布尼查的民众，才让真侪人不幸死亡。所以荷兰嘛应该为大屠杀事件负起部分的责任。经过27天了后，今年荷兰的国防部长总算是亲身参加大屠杀的纪念活动，而且头一摆代表荷兰政府向受难者的家属道歉。And as part of that community, the Dutch government share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at failure occurred. And for this, we offer our deepest apologies. 虽然塞尔维亚政府到即马还阁无要承认因所做的暴行，但是荷兰政府的道歉，让雪布尼查大屠杀事件转型正义，总算是踏出真大的一步。记者甘恩恩编译。搁来看到对岸中国上海这2天的温度拢真悬，尤其已经超过40度，包含上海在内已经有18个省市、86个大小城市针对高温发出最高等级的红色警戒。囡仔伫喷水池边啊，算甲真欢喜。暗过边啊路过的大人是想要赶紧转去，或者是找一个有冷气的所在凉一下。未着爱睡的女士，才出门几分钟，就流汗流甲衫澹糊糊，面化妆也拢火去啊。这不都很明显吗？整个人像刚洗完一样。就是真的是很热，出来走几步，可能1-2分钟吧，就已经是大汗淋漓的感觉。今年比以往的这个热度要来得早一点，就是现在虽然是7月份，但是已经感觉到达到了高点。然后往年的这个时间应该没有这么热，基本上回家就要开空调，出门就要做防晒。根据路透社报道，为青铜第12年，也就是1873年有记录以来，上海伫这150年当中，只有15天的温度是比40度较悬。伫这么热的天气当中，上辛苦的行业爱算是医护人员，因爱伫高温之下穿全套的防护衫，伫滚解的新冠病毒疫情之下，随时拢爱戒备。无正常的极端气候伫南亚地区是造成大水灾情。为巴基斯坦南部大城克拉芝到北边甲印度交界换克什米亚这个所在，甚至搁较北边的阿富汗东边孟加拉，拢传出大水祸灾情。根据半岛英语新闻引用的统计，巴基斯坦到目前为止，今年雨季的累积雨量已经比以前平均超过87%。印度时报是指出，无到1个月之内，大水祸已经造成巴基斯坦147人死亡。另外，阿富汗、印度甲孟加拉也分别传出水灾造成的死亡甲失踪案例。环境专家提出警告表示，气候变迁会予更较侪共款的自然灾害，特别是较低地区甲人口较密的所在，水灾会造成更较侪人死亡。公视新闻徐家仁编译。不过，真正科技的进步，嘛当推测到真侪新产品，一个出来。看到这美国加州有一间生物科技公司，伊推出这个菌丝体制造出来这个皮，功能和摸起来感觉，拢和动物的皮同款好，佫袂伤害动物。法国精品或者 Hermès 嘛来找伊合作哦。抗美式的壳啊、手机啊壳、钱包啊，还佫有手环等等各种的产品。无讲你唔知，这拢是用美国香果做的。加州一间生物科技公司最近伫纽约展出这种用美国香果做的配件。虽然讲是用香果做的，不过这种材质甲正皮同款真用，因甲这种新的材质号名叫做灵芝。It's also really versatile. We can tune the properties as it grows to create different types of reishi that have functionality even beyond that of leather today. 这种用美国香果做的材质是真用，业者用新的技术，伫培养菌丝体的时阵，回生甲真密，结果是真值钱。Grown in our proprietary trays under precise conditions, each sheet has a unique code that allows us to monitor and fine-tune the material from inoculation to harvest. 这种用美国香果做的配件，摸起来甲正皮是真相像，嘛会当搁过制作，和色水有足侪款。上介重要的是，伊内底无含塑胶，是天然搁环保。It's entirely plastic free, and so it really is a high quality natural material and has the same performance as leather and the same feel as animal leathers. 业者已经甲精品的品牌爱马仕合作，按照今年就会推出用这种皮做的牌啊，或者是皮包啊。伊嘛当地甲其他服装公司咧制作，按说要大量生产这种配件，希望这种袂伤害动物，阁会当保护地球的配件会当普及化。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
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民，马仔同一时间咱再会。